今日嚟到呢個黃大仙嘅現崇山啊，安裝啲乜嘢 ？CL951，大家未睇過，即刻同各位睇下啦。大家好，我係 AI Tommy， 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款好多客人嚟到我哋門市都特定指名購買嘅旗艦級護眼產品——飛利浦 Philips CL951 LED 天花燈，香港原廠行貨 Philips CL951， 分別有 40W、55W 同埋 80W 三種功率選擇。如果想發揮 Philips CL951 全部嘅功能，仲可以購買專屬遙控器，方便你輕鬆控制所有強大功能。點解呢款燈會成為護眼燈具嘅天花板？因為佢集結咗頂級嘅護眼黑科技 Visionary 近視控制系列，配備 LumiVito 技術，模擬自然光變化，配合1%深度調光同埋 OcuMax 抗眩光技術，達至 UGR 16超低眩光同埋 RG 零冇藍光危害 ，CRI 97高顯色全光譜，還原最真實色彩，極致護眼。3D Glow 360度背光超薄設計，均勻照亮天花板同整個空間，減少環境光線反差，視覺更舒適。獨特20護眼提醒功能，自動提醒你每隔20分鐘遠眺放鬆眼睛，防止用眼過度。IP40 防護等級，高效防塵同防昆蟲飛入，亦清理又耐用。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需要讀書做功課，預防近視，或者大人長時間需要集中精神閱讀，例如教育工作者、老師、律師、會計師、設計師或者成日要睇論文嘅學生，呢款 Philips CL951 就最適合不過。唔好阻大家時間啦，即刻同各位去睇下真正嘅 Tommy 師傅喺客人家中嘅安裝工作記錄，即刻去片。爆炸螺絲，燈就開咗嘅。呢個官方遙控最左輕觸式嘅，因為隻手要掂晒佢嘅手指模，做到呢個熄開，要手指模掂到嘅。呢度黃光，呢個。佢嘅白光係可以去到10000K，模擬太陽光嗰種日頭。黃光咧就喺模擬去到黃昏。你中意 hold 住佢都得嘅 ，hold 住佢就繼續啦。呢個超黃啊，黃昏好，然後光暗，撳實佢，可以顛到得返1%，即係有做一個好夜嘅夜燈。好光，撳實佢，光有個預設嘅，呢個叫做專注模式，呢個專門係攞嚟做閱讀啊嗰啲係最啱噶啦。活力陽光啊！撳落去，好，咁之後其他嘅自己慢慢 set 啦，冇乜特別嘢。呢個有自然睡眠等等等，說明書入邊有講，唔複雜，好容易操作，護眼嘅。OK，呢個第一支完成，第二支完成，951超光，呢支同隔籬嗰支操作一樣嘅啫，咁啊呢度重複啦。呢個 CL951嘅55嘅 ，OK， 呢個第一支完成咗噶啦，呢個第二支完成咗。咁以上呢兩個產品呢，就係香港飛利浦嘅行貨啦，有2年原廠零件保養，零件由飛利浦代理提供翻嘅。咁啊，經我哋天怡燈飾照明設計公司 HKTV Mall Online Shop 嗰度買，又使用咗我哋全方位安裝服務呢，咁會包翻2年上門不限次數嘅有或1換1嘅電工上門服務嘅，亦會出翻份 WR1A 完成工作證明書，證明剛剛呢兩個裝置符合安全規格。咁啊，整個操作影片配對呢，我哋都會有一份備份俾客人。5年內你都可以隨時向我哋索取翻，以便你日後保養或者家居保險需要使用到，成個影片會 send 翻俾你。好，多謝晒各位。啱啱睇完我喺客人家中嘅真實安裝記錄，係咪覺得呢款 Philips CL951嘅光線既舒服又柔和呢？今次我哋特別推出免費會員獨家優惠，只要你屋企符合基本安裝條件，購買產品即享香港原廠2年零件保養。如果加購我哋機電工程署註冊電業承辦商委任嘅註冊持牌電工所提供嘅全方位安裝服務，我哋再獨家送你2年上門，有話1換1，而且不限次數。呢份信心保證絕對唔係坊間嘅無牌公司或者無牌人士可以媲美。喺度都要先同大家戴翻個頭盔，安裝單位必須符合基本嘅天花結構同電力條件。相關詳情我哋已經放咗喺影片下面嘅描述欄。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或者想喺落單前親身感受產品嘅全部功能，歡迎你嚟到我哋灣仔嘅官方客戶服務及取貨中心，Tommy 師傅會喺現場為你逐一解答。落單或者查詢，歡迎隨時 WhatsApp 920533831聯絡我哋嘅客服 Eva。各位朋友記得認準飛利浦原廠香港行貨，千祈唔好貪平俾機會嗰啲假網店，梗係要揾機電工程署註冊電業承辦商委任嘅註冊持牌電工處理固定電力裝置，咁樣就用得放心，住得安心。鍾意我哋條片記得俾個 like、share 出去，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